台湾经济研究院公布，国内经济成长率上升的预测是降到1.66%，无到2%。另外，台经院预估美国联准会会甲基准利率调悬1%，不过咱台股无受影响。今仔日台股早盘由原大起，落尾收伫17198点。台经院25公布最新的经济成长率预测，因为去年第四季偏低，加上国内通膨已经有大大放量，预测台湾今年的景气尽管是内温外冷，不如个转年经济成长率会惊势是有转较好。考虑到顶半年经济成长无亲像办批遐好，加上无确定的因素真多，预测经济成长率保袂掉2%，干那有1.66%。目前光靠内需支撑，所以呢，上半年的经济表现数字比较差了一些，但看起来就是逐季开始往上扬。下半年还有哪一些要关注的因素？第一个是我们刚刚讲的物价，除了原物料价格要注意以外，另外一个要注意我们台湾最近在涨薪资。孙明德表示讲，虽然下半年的经济比顶半年有较好，不如个受到美中科技战、库存去化，还有适应现象，这恐惊会影响到粮食的供应，才会2摆下修经济成长率。外界嘛关心讲，这礼拜是超级央行周，估计美国联准会会有真大几率会升息1%。24新台币汇率伫个烧钱大举汇入之下，已经重立1.12角，收伫个31.352块，不如个受到台股今仔日盘中有大起，徛伫个17000，会带动新台币汇率会翻身起悬，盘中收伫个31.34这卡刀。我觉得市场过度乐观了。我觉得其实大家已经认为说，看起来好像这一次就是最后一次升息，那基本上 CPI 大概就可以稳步缓渐下来。但是在这种过程中，你就会发现到，如果假设情况不是这样子，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，我觉得那个变数就很大。专家分析讲，美国联准会是不是未来会刷咧来升息，还阁爱观察。今年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的平均值，呼吁市场免伤过头乐观。记者综合报道。